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2年11月初7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8篇，哈该书第2章10节到19节，彼得后书第1章第10节到21节。今日要跟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祝福。头起先要来了解到祝福、祝福的概念。咱基督徒是用常摕到到伫福气，因为咱所传的是传福音。伫英语咱会讲 bless， 也是 blessed， 基本上是同一个字，同一个概念，但是有无同款的思考，特别是咱咧讲到中文的翻译来讲，有无同款的。牧师认为，迄个福气甲迄个正性，也是甲称义同款，拢是被动的。所以伫英语时常会用到 blessed 一个被动的这个词吼。所以，阮常常会讲，you are blessed， 就是你是受祝福的，这是一个被动的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讲基督徒会当甲别人讲我祝福你，或者是讲愿上帝祝福你。咱人袂当讲祝福，无度祝福别人，只有上帝会。所以基督徒咧讲到得到福气，更较明白来讲是得到祝福。这是基督徒所追求的一个目标。上帝透过先知哈该用譬如的方式来甲以色列人的祭司因的生活来讲，因已经误会因得罪上帝啊。虽然安尼，以色列人犹原咧期待着上帝的祝福。上帝透过先知哈该讲，敢讲恁无有看见所发生的事吗？你无有开始重建圣殿进前，有一个人来到一堆谷物的进前，伊毋茫得到200公斤，但是只有得到100公斤。有个人想要对迄个酒桶来得到100公升的酒，却只有得到40公升。我要用烧热的风甲冰雹来毁掉恁所种造的物件。恁还阁毋是肯悔改？今日是9月24日，是圣殿奠基的日子。恁着爱留意对打了后会发生什么代志。虽然仓内底无有树仔，无有葡萄树，无有无花果树，无有石榴，无有橄榄树，也拢还未有结实。对现在开始，我要祝福互恁。相款呢，上帝必定会祝福，但是咱的问题是安尼人要安怎来领受？以色列人基督徒应该着爱悔改，爱回转上帝。但是上帝事实上，以色列人还阁是离开上帝远远。嘛，因为安尼，因的生活中间也拄着极大的困境。亲像哈该先知所讲的，有人来到一堆谷物的进前，毋茫得到200公斤，结果只有得到100公斤。有人想要对酒桶得到100公升，但是却只有得到40公升。我用烧热的风甲冰雹来毁掉恁所种造的物，恁还阁是毋肯悔改。
这就真亲像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话，安尼讲：人无照道理，天就无照价子。因为人得罪上帝嘛，因为安尼面对生活困境的中间，就无有上帝赐福的同在。追求上帝的赐福，受领以色列人还阁离甲真远呢。因为如果因毋愿意回转向上帝的话，就得袂到，所以着爱搁较努力。彼得后书第1章第10节安尼讲，所以兄弟姊妹啊，恁着爱搁较努力，互上帝的呼召竞选成做恁永远的经验。有这经验，就无抵到对了。搁较重要的事，就是努力来追求，亲像保罗所勉励的话。伊讲这毋是讲我已经成功啊，已经完全啊，我继续奔跑，只有要赢着迄个奖赏。其实要互我达到这个目标，基督耶稣已经先得到我。兄弟姊妹啊，我并无认为我家己已经得到这个奖赏，我只有专务一项事，就是袂记日背后努力来追求头前的事。我按定这个目标来奔走，是要得到奖赏。这个奖赏就是属天的新生命，是上帝借着基督耶稣呼召我去领受的。这是记载伫腓立比书第3章12节到14节。彼得也进一步来提到，安尼，恁会得到充分的权利，通好进入我的主甲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内底。因为安尼，虽然恁已经知这个事，而且伫所领受的真理顶悬徛在在，我犹原要不断来提醒恁。我想，只要我活第一天，我应该常常帮助恁记得这个事。我知我无久就要脱离这个要朽烂的身体，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指示我的。我要尽量想办法，互恁伫我死后也会当常常记得这个事。保罗所讲的奖赏，就是上帝最终所要赏赐互咱的祝福。这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，但是咱必须爱主动认真来奔跑，直到咱到伫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为着咱所插的标。等到咱进入伫上帝的家。诗篇98篇，恁着向上主来唱新的歌，因为伊有做奇妙的事，伊的正手成的手骨施行拯救。上主已经宣布伊的救恩，对列邦显明伊的公义。伊会记得伊对以色列家永远的慈爱甲信实，天边海角拢有看见咱的上帝的拯救，全地拢着向上主出欢喜的声，着出大欢喜，唱歌称赞伊，着弹琴称赞上主。弹琴唱好听的诗歌，学乐伊，得用喇叭甲扫角，伫上主咱的王面前出欢喜的声，
愿海甲海中间一切拢出声，世界甲万物嘛出大声。愿江河拍瀑欢喜，种山岭伫上主面前做伙快乐唱歌，因为伊来要审判全地，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，用公平审判万民。感谢上帝赏赐福气，互阮通伫世界顶悬来得到属天的喜乐甲福分。就算是拄着病痛、困苦，也有主的恩福同在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